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係由新鴻基精心打造超過30年嘅項目史埃屈斯，當中最為人矚目嘅就係佔地148萬尺嘅會所加園林，提供168項娛樂設施。項目前有高柏第2期嘅商場，佔地56000尺，提供40間商鋪。已經確定咗進駐嘅包括有佔地1萬尺嘅一田超市、英基啟新書院幼稚園以及係中文大學醫務中心。而項目嘅基座會設有一個交通交匯處，已經落實咗嘅路線包括有前往荃灣站、九龍灣站、尖東、沙田市中心、馬鞍山站、白石角同埋大學站。交匯處旁邊有一個候車室，咁將來就可以嘆住冷氣咁樣等車。會所設施包括有6個游泳池，當中有5個係室外泳池，而有1個係25米嘅恆溫室內泳池。除此之外，亦都有2個24小時嘅 Gym Room 同埋2個室內運動場、11大室外餐飲空間、5大主題宴會廳。另外，亦都會設有5間河畔小屋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哋。多謝收睇。